前幾日有單新聞講嘅係一個75歲嘅長者，因為將油門當成腳剎，開車鏟上咗行人道，撞跌咗9個人，太太咧就飛咗出車外邊。跟住前日香港統計報告出嚟講，話香港人預期壽命女性就去到88.7歲，男性咧就88.3歲，又係世界第一。呢兩件事睇起上嚟咧毫無聯繫，但係我話俾你聽，佢哋絕對係有關係嘅。好多國家研究都顯示，踩錯油門呢一單嘢，主要係發生喺高齡人群上面。呢個社會長者越多，發生呢種意外嘅機會就越大。我查咗一下舊新聞，幾乎每年喺香港都有踩錯油門嘅事件發生，而10次裏邊就咁7、8次都係發生喺長者身上。原因係咩呢？我知道你喺度諗緊乜嘢。你話年紀大機器壞啊嘛，但係如果係要避免呢啲事情發生，我哋又要揾出更確切嘅原因。美國嘅一個研究咧，調查咗北卡州響2004年到2008年，一共有2400幾種因為踩錯油門或者其他原因嘅意外，76歲以上佔嘅事故比率係17.5%，明顯咧就係高過其他嘅組別。其中超過一半嘅案例咧都係發生喺停車場或者係 driveway 嗰度嘅，於是推測高齡嘅風險可能係同執行功能下降有關。2008年呢，美國 Virginia 州嘅研究員揾咗180位65歲以上嘅受試者嚟做駕駛模擬測試同埋認知測試，結果顯示認知測試裏邊嗰個畫中試驗就係踩錯油門最強嘅預測因子。畫中試驗主要係測試執行功能，所以佢哋嘅結論亦都係高齡者執行功能障礙可能就係唔踩油門嘅重要原因。啱啱我聽日響觀塘有一個免費嘅腦健康講座，現場仲會提供認知測試，亦包埋畫中測試。有興趣嘅朋友歡迎嚟參加。